如果講到去到 party 咯喎，真係聖誕啦，咁啊梗係會有啲開始凍啦，係咪？咁我哋要加翻啲嘅外套咯，得唔得？勁有型。OK， 係啦咁樣啦，咁佢咧係一個做咗個圈冷嘅，有一個圈冷嘅一個嘅外套得。嗱，我呢一個咧係一個嘅天藍色係嘛，一個天藍色少少，呢個少少，一個天藍色啦，少少偏紫少少咯，係啦。你當天藍色啊，天藍色得唔得？係啦，呢個好夠保暖嘅都 OK。嗱，我哋可以入邊咧着一啲貼身少少嘅內配搭都可以嘅，係啦。咁我而家入邊呢一個咧，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個嘅蝙蝠袖喺度啦咁樣，但係佢胸圍都好夠喎，完全都容納到我個蝙蝠袖，冇想話係 OK 喎，有一個個胸嗱，咁有呢一個嘅灰色，係啦，跟住咧有呢一個嘅象牙白。象牙白色開胸鈕嘅設計啦 ，OK， 亞膠嘅一個嘅螺門啦，簡約嘅 ，OK， 象牙白佢配翻一個象牙白嘅鈕啦 ，OK， 灰色嘅話咧配翻一個灰色嘅鈕嘅。咁我而家我呢一個天藍色咧，其實都配咗一個天藍色嘅鈕嘅 ，OK， 三個顏色咁啊睇你啊。嗱呢一個係穩重一啲，容易 carry 一啲嘅，OK， 中意黑白灰嘅寶貝可以揀呢一個配搭，我可以 carry 到一啲 colourful 啲嘅，我覺得可以揀我呢個天藍色，好靚好舒服，係帶 ash tone 㗎，係啦，係一個好秋意嘅一個嘅淺藍色 ，OK， 咁跟住有呢個象牙白啦，咁三個顏色。